后来乡亲啊，经这个香蕉，一般咱拢会看这个外观是毋是有变软咯，是毋是会当食咯？但是其实佫有真侪方法，会当看出这个香蕉到底是毋是上好的香蕉。六大重点教乡亲安怎经香蕉好食佫健康。这个超漂亮的。 一尾一尾的香蕉大丰收，准备要蒸做饭桌顶上好的凉拌。食饭了后，来一条香蕉，饭后甜点，增加饱足感，佫会当帮助消化，好处真多。一喙刷一喙，香甜可口。其实香蕉要好食，来个符合六大要点。首先，伊表皮金色，这是基本；再来是果皮外圆，零散无明显。 最好吃的香蕉就是它表皮要金黄色，相对跟其他的水果比起来，它的营养价值高，然后单价也比较低。 也个有尾柳是圆骨的香蕉脆斑点，这选口感上赞。最后两头拢是青色香蕉，伊的升糖指数比较较低。它这边带点微斑点的话，它的营养价值会比较高一点，而且本身它香蕉是有抗忧郁的成分，对人体很好，它还可以帮助睡眠，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客人多吃一点香蕉。台湾香蕉香甜可口是一刀赞的。 掰开外皮，这尔简单，都会当享受丰富营养。建议大家多食寡香蕉，真正是好食，佮健康。